最近真特娘的晦气，刚刚又输了我30万，手气差的要死。龙哥，那边有个算命摊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过去看看。小子，毛都没长齐就学人家出来算卦，算得明白吗你？竟然是昆城龙哥，这人可不好惹。龙哥，我这小兄弟只是摆个摊算命，没惹到你吧？这里是金陵，不是昆城。我尼玛你个矮冬瓜，滚一边去！龙哥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？你郭哥，我能应付。老弟，要不我去找几个帮手？不用。那行，你小心点，我就在旁边。龙哥是吧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当然是算。我尼玛，龙哥，好像这小子在骂我们，要不我把他的摊子给拆了。小子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跟龙哥我这么说话的，有种！龙哥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既然你小子是算命，那你算算龙哥我能活到多少岁，什么时候发财？我这一行有个规矩，算生不算死。有个屁的规矩！我看你是算不出来吧？什么神机妙算，口气这么大，原来只会吹牛。凶星入命，这还是第一次见。小子，算好了吗？富贵本有相，生死一念间。与其算能活多久，还不如算算身后事，这样走的时候还能安心点。装神弄鬼，少他妈给我打虚头巴脑的东西！我就想知道我能活多少岁。35岁。我就说你小子是江湖骗子！我今年35，明天生日，过了今晚我就36岁。操！你小子咒我短命是吧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真当龙哥我是吃素的？快扶我！龙哥怎么样了？给我砸了他的摊子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改天再回来找你们算账。啊呸！什么昆城龙哥，当你郭哥是吓大的？对了，老弟，这龙哥的算命钱是不是还没给？他给钱我也不会要。咱们凭本事赚的钱为什么不要？老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被他名号吓到了。他要是真敢来找麻烦，你郭哥我也不是吃素的。看到没？这沙包大的拳头，一个打他10个。这龙哥活不久了，我们这行有规矩，就是不收死人钱。老弟，你刚才说他活不过35岁，这是真的？他以凶星入命，神仙难救，别说是今天，就这1小时他都熬不过去。老陈，这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刚才从街里出来一个满身纹身的男人，他的车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挡了下路，就下车打骂人家一顿。这纹身的人还真是那个龙哥。然后呢？然后骑自行车的人不服气，顶了几句，这人就回车里拿刀去追着人家砍，结果好了，反倒被人给反杀。还真死了！死了，老弟，真死了！郭哥，咱们熟归熟，你可别咒我死。不是，是那个龙哥，他真死了。刚才已经说过，他凶星入命，活不久。老弟，要不我给你跪下拜师，你收我为徒吧？我是真想跟你学点真本事。郭哥，我之前给你看过这本古籍，你学不了。不过我倒是可以教你一个小法术。这本书上真有字儿？这不重要，你学不学？学。那把你的保温杯打开。一切就看他自己的造化。这水早中晚各一口，别让人碰，别说出去。没人的时候，练习这个手势。我怎么感觉像电视剧里的六脉神剑？对，就是六脉神剑。我再教你句口诀，可以提升使用六脉神剑的成功率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六脉神剑猪妖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六脉神剑猪妖灵。这狗好神异，一只狗竟然有命星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天狗，别怕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原来他就是郭全赶跑的那只狗，可惜啊，郭全你救错了人，你救的是妖。我已经帮了你几次，能否在这场艳遇中活下来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。我是单身狗，你是流浪狗，咱俩都是孤家寡人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那我给你取个名吧，看你一身黑，就叫潘郎。趁现在没事儿，
不如再练练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六脉神剑猪妖灵。失败是成功他娘，我要好好练，等我练成，就能成为一代高人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时候谁来找我？小丽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哥哥，你真没良心，今天都没去找人家，那人家就只好来找你了。怎么会呢？我想你还来不及，怎么身体有股被掏空的感觉？早上应该节制一点。等等，我好像从没说过自己住哪里。小丽怎么找来的？丽丽我……好哥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在等什么呢？郭哥啊，郭哥，等你什么时候明白这场艳遇就是陷阱，我给你种下的那一道斩妖符就能救你一命。这位龙哥死去，也算是给我最后提供一大波心力。欢迎光临，本店有上好的玉器，可以看看。我不要玉器，有没有经过雕琢的上好玉料？有，当然有。贵客请坐。鄙人姓陈，陈德玉，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不知怎么称呼。凌霄，原来是凌先生。本店有上好的和田玉、缅玉、独山玉。先生是要看什么类型的玉料？陈老板，咱们龙国的4大名玉，只要品质好的都行。小慧，你去把上周刚送来的3块上等玉料拿过来，请这位先生品鉴。凌先生，这3块玉料您品鉴品鉴。陈老板，还有品质再好一些的玉料吗？凌先生，我这3块玉料可是上等的和田玉籽料，比这个还好的，那就只能是行业内的尖货了。陈老板，那这里有吗？本店确实有一件镇店之宝，是一块蓝田玉中的墨玉，我可以看看吗？您稍等。果然是极品好玉，灵气浓郁。陈老板，这块玉我很满意，它的价格是多少？林先生，我们玉德斋传承3代至今，靠的就是口碑。像这块玉，如果请大师制作，再拿出去拍卖，卖个上千万没问题。不过近来家中发生了点事情，我也无心操作这事儿，这块玉一直没有出手。如果凌先生诚心想要的话，那就300万。草率了，没想到玉的价格比预想中的高很多，我身上就100万，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！陈老板，实不相瞒，这块玉我相中了，但是在下囊中羞涩，看对方样子也不像是来消遣我的。既然凌先生不买，那就算了。陈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一名星象师，我观你这面相，怕是家里有人生了怪病吧？天庭乌云笼罩，代表主家有祸事发生。左边日角暗火，如挂星之日，想必是令尊升级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凌先生说的没错，家父确实身体抱恙，但这事儿知道的很多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但令尊的后背上生有红斑恶疮，形状如蝙蝠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还越来越痛苦。而且恐怕陈老板，你的背后也有什么？如果陈老板不信，可以找个信得过的人来看看。小慧，你过来帮我一起看看。小慧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有一块红色的皮屑，像一只蝙蝠。大师，我背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父亲身上有，我身上也有？陈老板，不光是你身上会有，你儿子身上一样会有，你孙子也会。好吧，恐怕等不到你孙子出世了。大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陈家世代向善，从来不做亏心事，做生意也本本分分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是祖坟煞，一命2运3风水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信风水？一个好的风水能够让子孙后代享受祖荫，福运绵长；反之，祖坟风水出了问题，就会给后代带来灾祸。陈老板，你的太祖父没有葬入祖坟地，原因就出在这里。不对呀，我们家祖坟地有我太爷的坟。你确定？大师，我先去打个电话。大师，
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我太爷确实没有葬入祖坟。当年我太爷进矿山，遭遇到山体滑坡，尸骨无存，我爷爷就只找回一些遗物，带回来立了个衣光冢。陈老板，你跟你父亲身上的祖坟煞，就是你太爷爷葬身的地方，风水不好导致的。大师，那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有2个办法，第一就是摆个风水局对冲，但治标不治本，日后还是会继续发生一样的情况。第二，便是寻回你太祖父的尸骨。我们家能有今天，全是我爷爷早年的打拼。大师，您若是能帮我们找回我爷爷的尸骨，我陈家上下感激不尽。这块墨玉就当做是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我陈家还有重谢。大致上已经算出了尸骨的所在地，想要找到尸骨不难，我们需要走一趟西江河田。那我马上订机票，以最快的速度过去。去和田的事情不急，祖坟煞一时半会儿要不了人命。我这边还有些事情没解决，这2天走不开。今天周5，你就订下周1的机票就好。那就听大师的。郭哥，你这身体有点虚啊。就是憋了30年，刚找到女朋友，没有太节制，没什么事儿，等后面休息几天就好。希望他逃过此劫吧，要不然就没办法接验更多sinh灵。小伙子这么年轻，是从哪个流派？算得准不准？还行吧，各家各派都懂一点。小伙子，你这样不行啊！所谓百会不如一经，你每一门都懂一点点，还不如专学一门，学精学细，那才是真本事。大爷，你也是相师？我不是，我是正经职业退休，怎么会干这个？不过，正好你给我算算，我孙子今年高考怎么样？你孙子高考怎么样不敢说，但是他在24岁的时候会黄袍加身，整天与大鱼大肉相伴，不得了啊！黄袍加身，这个在古代可是皇帝的命啊！小师傅，要不你再跟我多说说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大爷先别走啊，我这有方砚台，是状元用过的老物件，有文曲星罩着，您把它买回去，可以给您孙子带来文气。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，看在咱们的缘分上，你又在我老弟那儿算命，我给你个骨折价，不要1988，只要588。行，那我买了。哎，老弟，你刚才说的这大爷孙子能当皇上是不是真的？啥年代了，大明都亡了，哪儿还有皇上？你看，那里不就是有一个？苏小姐你好。林大师，谢谢你，按照你给的提示，我们找到了我妹妹。那就恭喜苏小姐，你们一家人团聚。林大师，你可以叫我苏黎、阿离都行，叫我苏小姐感觉有点生疏。好的，苏小姐。算了，你喜欢怎么叫就叫什么吧。另外还有件事，我妈过几天回来，想请你到家里做客，她要亲自对你表示感谢。你已经付过挂资，再感谢没有必要。大师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作为朋友请你来家里坐坐而已。难道是阿里高看不上你，不配做你的朋友吗？好吧，那到时候就叨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还是听凌霄老弟的，今天在外面开个房，好好休息一天，明天再去找丽丽。说了不要服我，休息的时候不要来打扰我，怎么就……丽丽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好哥哥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是不是故意在躲着人家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刚好路过这儿，车就坏了，就打算在这里睡一晚上，等明天再去找你。没关系，好哥哥，我来找你就好了。春宵苦短，我们继续玩昨天的游戏。来呀！不好，他不是人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有点尿急，先去上个厕所。你先休息一下，等我回来再大战300回合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好哥哥，
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我就看门有没有锁好。好哥哥，人家的尾巴好痒，你来帮我好不好？丽丽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咱们好聚好散，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好不好？好哥哥，是你说的要永远和我在一起，现在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丽丽，我们老郭家就我一根独苗，你行行好，放我一马。真没趣儿，原本看你太肥太油腻，本来想要把你炸瘦一点再吃，现在被你发现，就只能提前吃了你。怎么办？我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对了，我还有老弟教我的六脉神剑，现在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丽丽，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会法术的。好哥哥，原来你还会法术，好厉害啊！那我更想吃你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六脉神剑猪妖灵。想吃我，那我也吃你！啊！老爷，哥哥，我快死了，你快救救我！郭哥，你这脸怎么捂着？郭哥，你这是把妖丹吃了？这是妖丹吗？我看到这东西有点不甘心，就一口吃下去，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也算因果循环，只是你吃下了妖丹，有点麻烦。老弟，后果很严重吗？我看短剧里吃了妖丹就能增加100年功力，成为无敌战神。短剧里瞎编的东西没有戏。那会怎么样？你会被妖力控制，身上长满毛，神志不清，到处乱咬，最后会被人当作妖怪活活打死。要不是我留在你身体里的斩妖符，你早成妖怪。你就得救救哥哥！郭哥，咱们可先说好，交情归交情，生意归生意，这钱你得照付。有老弟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。5万。我操，老弟，不带这么坑哥哥的啊！我还准备存钱娶媳妇儿，要不咱打个商量，8000，实在不行8800也行，数字吉利。郭哥，我们这一行讲究的是因果关系，一开始你只出100块，我是不是告诉你色字头上一把刀？要是你一直带灵符，就不会发生这事。行，5万就5万，这钱只能从我未来媳妇儿的彩礼上出。好了，别忘记打钱。就这，老弟，你这是按秒收费吗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认。老弟，你在念什么？念咒，咒死那些欠钱不还的人。别，我开玩笑的，不就是钱吗？我给。到账5万元。这妖力我已经帮你压制住，后面你只要再多使用几次六脉神剑，就可以彻底消耗一空，到时候就没事了。看来这也是因祸得福了，老弟，还得多亏你，老哥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。你想谢我的话，正好我有件事要你帮忙，我要出趟远门，你没事的时候去帮我喂一下狗。行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保证我吃什么狗吃什么。说起来你们也是老朋友了。这狗好吓人，好像要咬我一样。这不就是那天晚上我赶走的那条狗吗？它叫贪狼，那天晚上看出那女人是狐狸，这才追着咬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你救了对方，才会有后续这些事情发生。怪我，都怪我。贪狼兄弟，那天晚上我打了你，对不起，这几天我多买点肉骨头，就当给你赔礼道歉。这几天我不在家，你就跟着他，他打过你，正好让他伺候你几天来赎罪。没事儿，他不是狐狸，你别咬他。我没不要你，出门几天办个事儿就回来。老弟，你竟然能听懂狗说话？听不懂，但能明白他的意思。陈总，入住的酒店行程都安排好了。大师，你看还有什么要求和准备的吗？给我安排的房间尽量安静一些，在晚饭之前别打扰我。另外，再找4、5个年轻力壮、熟悉地形的人一起进山。没问题。还有准备好香案、香炉、香烛、纸钱以及一个能装尸骨的玉壶，速度要快，不然5天后下雨，后面会更忙。小李，你都记清楚了吗？陈总，不用这么赶吧？我之前看过天气预报，半个月内都没。教我做事，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要不是看在你父亲面子上，我现在就撤了你。陈总，我错了，我现在马上去办，采玉人我都收。下不为例，
工资开高点，最好今天就能把所有准备都做。那位龙哥的心力还没逸散，正好引到墨玉中，才不会浪费。这样用来制作法器和修炼都行。去，陈老板，来给你太爷爷上炷香，再烧些纸钱。太爷爷，我是您重孙子陈德玉，给您烧香送钱了。什么仙人指路？这风一吹，不就跟着一起飘走了吗？我看就是骗子，老板被骗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这烟怎么逆着风飘走，而且还变成了一只鸟？陈老板，收了香案吧。咱们向着灵鸟飞走的方向走，看样子路途不近。好的，林大师。小李，你去烧壶水来。这小李也是你叫的，谁见我不喊声李总？好嘞，林大师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。这是要干嘛？你们把这杯符水喝下去吧，可以解乏，还能让脚好受些。这能喝？喝坏了肚子连医生都没有。老板他应该也不会喝吧？老板都喝了，我不能不喝。我脚上的血泡全好了，身体的疲惫感消失，全身舒畅。小李，怎么样？这下你服气了吧？陈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林大师真是一位高人，是我之前狭隘了。您这眼光，我再修炼一辈子也比不上您1/10。咱们做玉石生意的，拼的就是眼力，但看玉是这样，看人也一样。以后对林大师，要比对我还尊敬。林大师在我心中就是神。此地灵气充足，正好借此突破，踏入7品。苍茫天地，不知所指，日月循环，周而复始。北斗9辰，中天7真，虚名战绩，大道为根。还差2颗，之前储备的星力正好派上用场。1000多年了，终于等到星象师传人来到昆仑，我们这一人传承，就看你能领悟多少。成了，多亏前辈相助，总算踏入先天7品。林大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今天雾气这么大？刚才我走了一下，发现都走不出去，走来走去，最后都会回到原地。没事，这只是我昨晚布置的小阵法，防野兽的。等一下，林大师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挖玉。您是不是听了挖玉故事，也想试试能不能挖到？这可是体力活，运气不好，10天半个月挖不到。您要是想要玉，回头去仓库选就行。不用，已经挖到了。林大师，您这块籽料能给我看看吗？虽然外面还有层石皮，但以我的经验，这是一块羊脂玉籽料。大师，您是怎么知道这里有玉？算出来的。大师，能不能帮我们也算算哪里有玉？
让我们也发点小财。在你站立的地方，往左走7步，向下挖1尺。这么简单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还真的有玉，这是青白玉籽料。凌大师言出法随，小李你赚到了，还不快谢谢凌大师？谢谢大师。大家都不用急，前面还有，每个人都有份。陈老板，你的机缘在那棵树下。我竟然也有，虽然我家里不缺玉，但不能负了凌大师的好意。等回去后得多补点钱给大师。这是人形何首乌，确实是何首乌，但才100年，还没化作人形。我能突破境界，多亏了陈老板给的那块墨玉，才能让我储备多余的心力，就当还个人情。100年已经很珍贵了，这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。大师，这块石头里有玉吗？上面有脏东西，我帮你擦。我去，石头上是什么东西？这么臭！那是蝙蝠粪便。啊，蝙蝠的粪便？我还以为您在看玉石。凌大师，这蝙蝠的粪便和咱们此行有关联吗？当然。你们身上的红斑是什么形状？蝙蝠形状。难道我太爷爷的埋骨之地和蝙蝠有关系吗？祖坟煞形状受环境影响，这里多蝙蝠粪便，说明附近有巢穴。只要找到巢穴，就能找到你太爷爷尸骨。周围都是山，白天怎么找巢穴？走，我们跟上。凌大师，前面没路了。没路正常，你太爷爷当年遭遇泥石流，他的尸体顺流而下，被掩埋的位置肯定处于低处，应该就在这峡谷下面。准备绳索，你们在上面等着，我先下去看看。大师这么高就跳下去，不会有事吧？这要是普通人跳下去，保准粉身碎骨。大师的话肯定没事。对，大师不是冲动的人，这么下去肯定有把握。大师乃神仙中人，他的手段不是我们可以猜测的。大家无需担心，我们只需要做好下去的准备。我最开始还对大师不敬，真该死啊！快看，绳子动了，下面是个深谷，处在旱季没水。小李，你留在这上面看着。大家做好安全措施后可以下来。陈总，我在这里的话就没人保护你了。凌大师都在下面，我还需要你保护？这里是河道支流，雨季的时候水位上涨，河水经过这里。现在上游河道修了水闸，控制水流。雨季的时候已经不会有水来这边，所以这条支流已经干涸。看，我捡到了一块羊脂玉！你们快看，那边全都是玉！干什么呢？给我醒来！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了很多美玉。你们被心中贪念蒙蔽了心神，看看手中刚才捡到的羊脂玉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是普通石头？快看地上！凌大师，这里是什么情况？这些都是曾经跟你们一样被迷惑的人，被困死在这里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蝙蝠？这里就是蝙蝠洞。陈老板，祭奠一下你太爷爷吧，请他老人家回家。太爷爷，后辈子孙不孝，到现在才来找您，请跟我回家吧。在这里挖吧。大家都小心一些，尽量把尸骨找齐一些。
还挖出了一块玉牌，这可是上好的羊乳玉。陈老板，您看是你太爷爷的吗？是我太爷爷的随身玉牌，我也有一块，你们看。当年我太爷爷收到一块羊脂玉，请了高明的工匠打出了2块玉牌，当作是我们陈家的传家宝。一块在我太爷爷身上，一块就我接管家里生意后传到我手里。那我们就物归原主了。多谢各位，你们帮我找到了传家宝，这次回去每个人的工资再额外加10万。谢谢陈老板。还真的下暴雨了。小李，你现在知道林大师的手段了吧？是我之前有眼无珠，现在我对大师的敬仰，那可谓是滔滔江水延绵不绝。林大师，此行能够找回我太爷爷的尸骨，还多亏了你，这个恩情我们陈家上下永远铭记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密码6个1，还请大师收下。对了，林大师，我太爷爷的尸骨要带上飞机有些麻烦，需要办理一些手续，咱们还要在和田多停留1天，后天才能回去。陈老板，你看着安排就行。林大师，你晚走1天也好，明天正好有个玉石展销会，很多老板参加，说不定会有极品玉石出现。行，那就一起去看看。林大师，你要是看中哪块石头，跟我说一下，我来处理。你是不知道这些跑单帮的小商贩，那心是真的黑，50块钱的东西，他就敢给你要5万。行。阿大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8万。能不能少一丢丢？可以，那就少一丢丢，800块钱好不啦？哎，朋友，我这石头可是顶呱呱的玉石，这个价格太少了，8000块就卖给你。那咱们各退一步，2000怎么样？最少3500，不让我不卖。成交，那就3500。不用，我自己付。这块石头比我刚才的要差点，我看不上，但也是块好玉。谢谢林大师。阿大西，这块石头1000块卖不卖？我一起买了。朋友，没有你这么砍价的。大师，我们先去解除吧。行。出货了，是一块白玉。林大师，这块白玉料您是赚大发了，就是可惜不是羊脂玉，不然那价值还得翻几番。这位老板，您这块玉料卖不卖？我出这个数。抱歉，不卖。老板，我出2万不低了，遇到别人顶多给你出15000。那谁啊，你忽悠别人去，我们是玉德公司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些玉石贩子还真敢开口。大师，您可别听他们的，这块玉要是拿到外面正规公司，至少值20万。别说是20万，就算是200万也不会卖。大师，外面的还只是开胃小菜，等下我带您去内展厅，那里面的才高级，一般人要邀请函才能进去。这人是什么身份，竟然让李总如此尊敬？李总，欢迎欢迎。可苏，这位是我们玉德公司的贵宾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好的，2位请进。这里的灵力磁场确实要更强，有几块石头不错。大师，这石头怎么样？东西是好东西，但不是我想要的。12号原石，玉德公司要了。这块石头我要了，要怎么购买？林大师，只要光我们公司名下购买就行，剩下的我们来处理。那就麻烦你们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103号，玉德公司。玉德公司今天大手笔啊，竟然买了那么多石头。亏不死他们。林胖子，我看你是嫉妒，你们这次也选了不少石头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来比比看？就怕某些人输了，到时候不认。李总，林总前面开出的那块玉，整块玉料无瑕疵，温润油亮，实在是难得的上品。我们都输给他了。今天我可是带了高人前来，闭着眼睛随便选块石头都比林胖子强。这位就是李总嘴里说的高人，看起来这么年轻，靠谱吗？真是会吹，这是想给我们表演小母牛迎风练劈叉。林大师，林胖子是魔都名誉公司在这里的负责人，跟我们是竞争对手，您看能不能帮帮忙？展区最后块石头。谢谢大师，我选最后块石头。最后一块石头，这可是整个展区最差的一块。这块石头我之前询问过负责人，说是无意间混进来的，干脆就挂个牌给大家逗个乐。李总啊，李总，你想拿这块跟我赌，你是中午吃了几个菜醉成这样？切吧，等会儿就让这群人知道林大师的本事。装神弄鬼，
好像出狱了，是块白玉，品质上佳，上面还有些许金黄沁色，这是撒金皮！我的天，还真是撒金皮，这可就值钱了。怎么样，林胖子，你服是不服？不可能，这么垃圾的石头怎么可能开出撒金皮？事实胜于雄辩，林胖子，看来你输不起啊。愿赌服输，这次我们认栽，我们的石头你随便选一块。林大师，这次能赢多亏了你，您看要哪块石头？那就那块青玉。倒是没想到能意外得到这么好的一块玉，比之前墨玉的品质还要更好，能容纳更多心力。等突破8品境界的时候，就不用担心心力不够的问题。怎么了，郭哥？贪狼丢了？不能吧？他是不是跑出去玩了？应该很快就回来。然后你就去了。想我6万神剑能杀狐狸精、杀僵尸也没问题，5万块钱劳动费呢，不能赔别人，所以我就带着贪狼来到我兄弟的老家，打算降妖除魔。我刚算过了，贪狼没事，我明天就回去，你不要再擅自行动。你肚子里的妖丹，对那些东西也有很大的吸引。林大师，先去毕府小坐如何？改日吧，我要去一趟通城，有个朋友在那边遇到了点事情，要2、3日才能回来。行，阿哥，你这几天就开车跟着林大师，大师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大师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就什么时候跟着回来。是，陈总。陈老板，不必劳烦了，我打个车过去就行。林大师，阿甘是我店里玉匠的孩子，小伙子挺不错，就让他跟着您长长见识，正好你出行也方便。老弟，你这是几天不见鸟枪换炮呀，连大奔都坐上了。朋友的车。猴子，来见见我兄弟林霄林大师，这位可是活神仙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就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林大师你好，欢迎欢迎。朋友，你是土里的先生，我是地上的先生，咱们勉强算是同吃一碗饭，是该多走动一下。林大师真是高人啊，请进村子喝茶，我已经杀好了鸡，晚上招待大师。老弟，贪狼那条狗到底野哪里去了？不会是被其他村子的小母狗勾搭走了吧？你以为贪狼像你那么好色？你连狐狸都不放过，我把他叫回来。贪狼，回来！老弟，你这点声音50米外就听不到了，贪狼能听得到？听得到。能确定是僵尸吗？死者被咬破脖子吸干血，又被掏去了内脏，村里老人确定是僵尸无疑。如果是僵尸，只会吸血，没听说过僵尸会掏人内脏的。现场还保留着吗？我想去看看。还保留着，我带你过去看看。老弟，怎么样？是僵尸吗？贪狼回来了，他会告诉我们那是什么。我们找了2、3天，连根毛都没找不到，就刚刚老弟喊的这一句，就这么回来了。别乱动，瞧你身上脏的！我操，贪狼你这狗东西，搞这么脏，跑河里摸鱼了！刚才你问是不是僵尸，现在看到贪狼，就基本可以确定。那是僵尸，也不是僵尸。老弟，你就别绕弯子了。什么叫是僵尸，也不是僵尸？因为这个僵尸是长在水里面的，按照传统的叫法，它不叫僵尸，应该叫水鬼。水鬼？不错，贪狼就是去追那个水鬼了，所以才弄一身水草和淤泥。以后不许逞能了，你追上来也打不过他。竟然还敢追，追就追吧，还敢追到水里去？你咋那么虎呢？忘记那只狐狸精的教训了吗？林大师，这水鬼也能上岸吗？当然能。所谓水鬼，就是溺死的人尸体留在水底，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类似于僵尸的鬼物。难怪我们全村的人把村子附近的山沟山洞全都搜了个遍，也没搜到僵尸。原来他是藏在水里，那还当什么？咱们去抓水鬼。对，去抓水鬼。我的6脉神剑早就饥渴难耐了。不急，水鬼比僵尸难对付得多，我还要查一下它的成因，另外还需要做一些准备。瘦猴，你通知村里的人，让他们夜间锁好门，千万不能外出。好，林大师，我等下挨家挨户去通知。明天一早，我先去水鬼藏身的地方看看，再决定怎么治他。林大师，这是黑龙潭，潭水深不见底，里面的水从来没有干过。
老一辈的人都说，这坛里有蛟龙栖身。好，我先看看坛里有什么东西。这个坛离我们村子近，这水是我们的，你们不能用。这坛是我们祖上挖的，水就是我们村的，你们凭什么用？放屁！什么证明是你们挖的？那凭什么不给我们用水？干他！老弟，看得怎么样了？老人家，你可还记得此地在60年前发生的一桩事情？60年前，60年前，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大旱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一年好几月没下雨，大家都来黑云潭取水，结果我们村子和对面的陈家坪打了起来。当时死了一个人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死人了吗？我当时才15岁，我爹不让我参战，我和年纪小的就躲起来偷看。那当时打的可真吓人，我三叔的手臂都被打折，落下后遗症。还有吗？对了，我还看到有人滚下黑龙潭了，不知道上来了没有。后来听说陈家坪那边丢了一个人，叫陈宝森。孩子，这事老一辈的人都没几个记得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陈宝森告诉我。啊，陈宝森他在哪儿呢？他就在里面，正在看着我。这怎么可能？老弟，你别吓我们啊！瘦猴，你去陈家坪那边打听一下，对方对你们2个村子怨言最大，他不会只来杨家村，我估计陈家坪那边估计也出事了。好，我去问问。对面村子正在办丧事，那边也死了2个人，死因跟我们村的一模一样。林大师，请您一定要出手，帮我们解决掉那个东西。世间之事皆有因果，水鬼的产生可以说是你们2个村子共同埋下的祸种。如果这桩恩怨不解开，我拿他也没办法。大师，那这恩怨要怎么解开？陈宝森死了之后，因为黑龙潭下面的地形特殊，他的魂魄被聚在那里，需要你们2个村子每家每户都供奉他的牌位，每逢初1、15一香火祭拜，这样怨念才散。这可不行，牌位历来只能供自家祖先，他姓陈，陈家坪供奉就行，我们杨家村绝不供。这是你们2个村子的事情了，我只是提出解决方案，你们答应了我会出手把水鬼镇住，你们不答应，这事儿我也管不了，只能回去。林大师，请您给我1天时间，我会想办法说服其他人。是啊，老弟，要不就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好，你去跟其他人商量，如果明天之前没有明确的答复，我就走。修炼进展比过去更快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突破8品境界。陈老板和小李的星力正好可以接引下来，储存到白玉中。还真的给办成了。瘦猴确实有说对，陈家村的还好说，毕竟是他们村子的先辈。可对于杨家村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个陌生人，在家里供奉一个陌生人，没几个人真心愿意。先答应下来，等他走了之后，再悄悄把牌位丢了。供奉别的村的人，相当于认了一个祖宗，算什么事儿？林大师，你要的神兽石像运来了。活了，石狮子活过来了！
神仙吧！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，什么时候潭边的石兽不见了，什么时候就可以停止供奉。林大师，那石兽怎么会消失不见？石兽的作用，一是震慑水鬼不得上岸，二是在陈宝森入轮回后，要镇压黑龙潭下面的洞口，不把那个洞堵上，以后潭里死了人，还是有可能重蹈覆辙。各位应该都清楚了吧？谁家要是不听，以后出了事可怨不得别人。不敢，我们一定照做，我们一定听神仙的话。何叔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这个是这样的，何亮过段时间就从外地回来，带个女朋友，准备要结婚，所以我们打算收回房子，重新装修一下，给他做婚房，所以有点对不住。亮哥要结婚，这是好事儿。何叔，住在这里这么久，承蒙你们关照，别的地方都涨房租，你这儿都没涨。不敢。那行，这几天我重新找个房子，尽快搬出去。林兄，你慢慢找房子，我们也不是很急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这里确实不适合住了，修炼不太方便，每次都得去楼顶。还有家里多了贪狼后，屋子里的空间也小，活动不方便，需要换个更大点的。如果有个小别墅就更好。林大师，你回来了吗？苏小姐什么时候也学会算命了？我这才刚进家门，你电话就打来。前几天去夜市找过你，卖古董的郭老板说你外出了，我就拜托他在你回来之后说一声。刚才他给我发了消息。原来是郭全这家伙把我卖了。苏小姐这么晚找我有事吗？就是上次说的，我母亲接妹妹回来后想邀请您上门吃个饭，就是你看什么时候方便。好，那就明天吧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还好之前弄了不少玉回来，明天去苏家做客，不能空手而去。开光完成。凌大师驾临毕府，欢迎欢迎。娄女士，久仰大名，幸会。凌大师请坐。凌大师，这次请您上门，除了表示感谢外，还有一件事要拜托您。我这一生别无他求，只希望这几个孩子平平安安，请您帮他们看看，以后路上有没有什么沟坎，咱们也好破一破。娄女士，您想必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修功德五读书。能参透奥妙的人不多，我们先说命吧。娄女士，我问你，你恨吴倩倩吗？我恨不得她死。命之一字，根本不是凡人可以触摸的。那么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下功夫，比如风水、功德、读书等等。能具体点吗？娄女士，你是家喻户晓的大商人，最难得的是，你自从经商以来诚信为本，一直坚持慈善事业，在商界之中无人能出其右。凌大师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，我之所以一直做慈善，就是想让上天多厚待一些我失散的女儿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心中的愧疚。慈善就是慈善，天之道，论迹不论心。你做下了大量慈善，必然基于大量功德。而苏家的风水，刚才在来的时候已经看过，出自名家的手笔。您说了半天，确实很有道理。但是你也说了，凡人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。我觉得大师您并不是凡人，要不您拿出点真本事，指点我们一。娄女士，这是一枚平安玉符，是我亲手制作并且开光过。如果你所求的只是一生平安，这枚小小的玉符就能达成一切。说了半天，凌大师这才拿出好东西。我有3个孩子，加上月月，她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我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。
林大师，这平安玉符我要请4枚。谢谢娄姨。哇，要5枚？妈，还有你呢。林大师，那就5枚吧。你们要多了也没有，我这正好只有5枚。每枚玉符就算作100万吧，正好我现在要换房子，干脆就拿这些钱买一套小别墅。林大师，你这雕工也太差了，看把阿丽都扎伤了。没事，我没事，只是扎破一点皮。如果那样的话，这玉符就算废了。我就算雕工再差，也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毛刺。正所谓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1生。什么时候上面的毛刺磨平了，这枚玉符才算认可你们为主人，这样才会心甘情愿地帮主人挡劫避难，护佑平安。林大师说的对，玉要取之，必先予之。玉符就这么带着吧，这点疼痛都忍不了，能成什么大事？你们佩戴玉符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在毛刺磨平前，不要让其他人碰你们的玉符，以免感染了陌生人的气息，影响认主效果。苏小姐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苏小姐，我观你面相有红鸾心动之兆，你最近遇到让你心动的异性了吗？苏小姐，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并非良人，你和他是2个世界的人。我劝你趁着情根未深重，及时挥剑斩情丝，以免贻误良缘。我何尝不知这样做很伤人，可我志在修行一心突破9品，谁知道要猴年马月，我不能耽搁他。我买房的价位在500万左右，地段要安静，地势开阔且高一点，可以看到星空，最好还要独栋。价格怎么都那么贵？实在不行就再刻几枚玉符，价格再卖高点。诶，尊享名誉小区49号豪华别墅急售，价格才550万。不对啊，这一个地块的别墅至少都要1000万以上，这里面绝对有情况。对了，郭全消息灵通，或许他那边知道。老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郭哥，我知道你消息灵通，跟你打听一个事情。神机妙算的林大师竟然要向我打听事情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术不可轻用，我总不可能大事小事都算一遍吧。老弟，你问吧，不是我跟你吹，就在这地界儿，没有我郭全不了解的事情。尊享名苑小区有一栋别墅急着抛售，价格500多万。你知道这栋别墅为什么那么便宜吗？哎，这事儿你还真找对人了。这事儿我刚好知道，那栋别墅死过人，后面2任房主接手后又急于甩卖，时间久了，外面就传出这别墅闹鬼的消息。闹鬼有点意思，别人或许会怕，可对于我来说就是捡漏。老弟，你明天要去看房的话，带上我一起呗，我想去见识一下闹鬼的屋子是什么样的。林先生您好，我是带您看房的小孙，非常荣幸能为您服务，请跟我这边来。我带着狗，没关系。当然没关系，您的狗也是家庭一员，它一定会喜欢这个未来的家。林先生，您看这栋别墅坐北朝南，布局和通风采光都很好，周围环境安静，绝对是宜居的首选之地。而且这栋别墅装修精致，打扫干净，马上就能拎包入住。我听说这栋房子死过人。林先生说的不错，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这栋别墅的价格至少是现在的3倍，不可能是这个价格。我还听说这房子闹阿飘。怎么可能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怎么可能有那个东西？两位先生，我看你们也像是有文化的人，应该不会信这种无稽之谈吧？我们要相信科学。林先生，您的狗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贪狼他就喜欢闹腾。小孙，你可以去外面等等，我们自己逛一下看看，再确定买不买。行，那我在外面等你们，你们慢慢看。
老弟，这个屋子是不是真的有阿飘啊？是也不是，这东西更准确的说，应该叫灵体。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到？老弟，阿飘是不是就在看浪的前面？这东西吓人不？看着也不算吓人，就是一具普通的灵体。老弟，那我的6脉神剑能收了他不？没必要，这里不是什么凶煞之地，成不了气。他连化形害人的能力都没有，最多也就是晚出来吓吓普通人。哟，还是个老物件，这东西一看就有个300-500年。别碰，如果不想惹祸上身。老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灾鬼。古时候的富贵人家，招惹到什么脏东西，就会请高人施法，封在石像里。一般来说，这东西都会被埋下地下，时间久了就化解。那这东西化解了吗？还是老弟你有什么办法解决？走，先去把房子搞定再说。林先生，这房子您看的怎么样？这房子我还算满意，我买了。你看还有哪些手续要走？林先生，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购房合同，您签了之后，只要交付定金就可以马上过户。如果您需要贷款的话，全款，合同拿过来给我签吧。没想到林先生不但长得帅，还那么有钱，全款连个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出来吧。你能看到我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人死之后，魂归地府入轮回，按理说你不该在这。我不知道。那这石像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醒来后路过这里，有股莫名吸引力把我吸引进来。等后面我发现我无法离开这石像太远，只能在这别墅里待着。难怪你会变成灵体。既然你不是原房主，那我就先送你入轮回吧。等一下，高人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？什么事？我放心不下我姐姐，我父母走得早，我和姐姐是被奶奶养大的，后来奶奶也走了，姐姐开始照顾我，她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打工挣钱供我读书。我不想姐姐太辛苦，想趁暑假勤工俭学，可是有一次上班太晚回来，遇到了歹徒。姐姐她一定很伤心，你能不能帮我跟姐姐传个话？传话简单，但是你要告诉她什么？告诉她你已经变成了孤魂野鬼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人鬼殊途，倒不如就此诀别。时间久了，她就会淡忘你，想起你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伤心。一个灵体怎么可能拥有命星？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活着的鬼。你别这样看着我。别误会，我是个星象师，刚才是在看你的来历。还有刚刚我从你的命星透过血脉联系，看到了你姐姐正在经历劫难。但是我姐姐她怎么了？你姐姐叫施君元对吧？你们姐妹俩性子还真像。你遇到歹徒时跳桥，她的老板对她图谋不轨时跳了过。那我姐姐现在怎么样了？问题不大，明天上午带你去看她。可是我不能离开石像太远，而且白天我也出不去。有我在，问题不大。你现在你就不用被限制在这个屋子，可以来去自由。谢谢大师。等解决了你姐姐的事情后，你可以跟在我身边修行，我传你鬼修之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轨之事。贪狼瑶光，我有种预感，或许我突破9品境界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。
别飘了，我说话算话，一会儿带你去看你姐姐。需要委屈你一下，附身这个纸人上，这样你白天就能出门。我带你去看你姐姐。咦，好奇怪，感觉就像有了身体，就是这身体有些弱，没有力气。纸人只是你的承载，普通的人还是看不到你的存在。等回头我给你找个百年老槐树做个木头身体，到时候就跟真身差不多。潘郎，以后他就是咱家的。你说你是瑶光的朋友？是的，我叫凌霄，是瑶光的朋友。瑶光生前什么都会跟我说，为什么没听他说起过你？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关系还不错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过来看望你一下。那谢谢你了，我很好，你请回。凌霄，让我和姐姐再待一会儿好吗？从小到大，姐姐为我吃了很多苦，她现在被人欺负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凌霄，求你帮帮我，以后我一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施小姐，你的事情我多少有些了解，对于你受到的委屈，我也是非常愤慨。作为瑶光的朋友，请允许我帮你做些什么。你帮不了我，我也不需要帮忙，就这样吧，我累了。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请尽管开口。你可以像信任瑶光一样信任我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凌霄，你别走啊！别急，我会让你帮姐姐出了这口气的，让害她的那个老板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有预定的包间吗？没有。那很抱歉，包间满了。那里不是有空桌吗？本店都是大桌，一个人的话……怎么，你们是开饭店的，我是来吃饭的，还能把我拒之门外不成？吃可以，但事先说好，本店有最低消费的，吃不起就赶紧走人。没关系，我能吃，把贵店的拿手好菜都给我上一遍。给他上，值钱的菜都给他端上去，他敢不给钱，老娘亲自让他拿肉来尝。这家酒楼的服务态度这么差，怎么这里的生意那么好？这家店上一代的老板是一代名厨，味道和口碑都相当不错。1年前病退了之后，就交给唯一女儿和女婿一起打理。酒店的大厨基本上都是上任老板一手带出来的徒弟，虽然换了人，但大体上还算平稳过渡。难怪她态度这么蛮横，还有她老公那么无耻，必须要为姐姐讨回公道。瑶光，该你出动了，我教你的象棋法学会了吗？陈老，这里的菜可是本地非常有名的，您尝尝。这什么东西？味道跟馊了一样。什么东西味同嚼蜡，竟然这么糊弄！老板，怎么回事？这菜怎么变得这么难吃？夫人，让你们老板过来，这汤煮的比我的洗脚水还难喝。怎么回事？我是这里的老板娘。老板娘，你们这是什么破酒店？做的菜这么难吃？难吃？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？我们家的店开了30多年，2代人经营，从来没人说我们的菜难吃。你们不要闹事儿，我表弟可是认识执法局的人。我管你表弟认识谁，你们的菜就是没法吃，不信你就去尝尝。干什么呢你？你知不知道陈老是谁？你个老东西，是来找茬的吧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们海燕楼是你们能炸翅的地方吗？你们酒店不讲理，做的菜难吃还不让说，现在又出手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表弟，你赶紧带人过来，有人来店里闹事。王法？在我酒楼，我就是王法。你们这些人联合起来闹事，是想吃饭不给钱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你们酒楼不讲理，做的菜不能吃，竟然还说我们闹事！正好执法官来了，让他们评评理。都安静一下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有人闹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些人吃饭不想给钱，还闹事儿！你们也说说，我们是来吃饭的，还能怕给钱？关键是饭菜太难吃，难以下咽。不对啊，这家酒楼我了解，口碑一直非常好。你们既然吃了，就赶紧买单走人，否则我公事公办。
我们要的就是公事公办。陈老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执法官，道理在哪一边？咱们不妨尝尝菜肴的味道就知道。我们请酒楼老板、老板娘自己尝，如果他们自己吃得下，我们买单就是。我就看他们谁能吃得下去。那你们就自己尝尝看。废物！现在都看到了吧？连他们自己都吃不下，凭什么让我们吃？凭什么让我们买单？就是赔钱，就是干做的这么难吃，吃什么都不来了。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，你们酒楼这边准备怎么做？各位，事情弄清楚了，今天是酒楼的问题，好在没吃出毛病，给每桌发200优惠券，今天消费全免单，给大家造成的不便，还请见谅。你们酒楼的问题很严重，回去后我会建议卫生部门的人来仔细检查。凌霄，刚才那个老板、老板娘就是欺负我姐姐的人，可咱们这样做，只是让他们亏一笔钱，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瑶光，你觉得张志发容貌怎么样？呸，人模狗样。没错，我想这个张志发年轻时候肯定是大帅哥，可他却娶了一个身材肥胖的女人，你觉得他们会是真爱吗？真爱？开什么玩笑？就他那么胖的身材，猪八戒都看不上他。那他们还结婚了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女的家里有钱呗。不错，海银楼的老板只有这一个女人，而张志发为了钱跟他结婚，说明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钱更重要。有的时候报复一个人，不是要了他的命，而是让他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这样比要了他的命更难受。对，张志发最喜欢钱，那我就要闹得他倾家荡产，变成穷光蛋为止。凌霄，晚上我们再来，明天也来，一直闹到海盐楼关门为止。要闹到海盐楼自然关门，那样太耽误时间。那要怎么办？刚才我从张志发的命星看到，他是个养小三女。你说如果让陈美娇知道他在外面养女，会发生什么？今天的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不知道啊，都是跟平时一样备菜做菜，上菜之前都有试菜，我尝过也没问题。都不说是吧？要是查出来谁动的手脚，老娘不放过他。宝贝，今天晚上不去你那儿了，酒楼出了点事儿，宝龙正在那边发脾气。我这2天喝点枸杞王八汤，到时候一定让你满意。嘿嘿，我也想你，来，你亲一个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酒楼出事跟我又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酒店的事儿先不说，你刚才在给哪个狐狸精发信息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哪有给谁发信息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前段时间你勾搭那个大堂经理不成，弄得人家跳楼，现在你在外面竟然还有别的女人，今天不交代清楚，老娘非打断你的第3条腿不可！你别疑神疑鬼，上次是施君元主动勾引的我都没答应，除此之外我再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姓张的，你自己看，你把发给狐狸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我不是发给娜娜的吗？还敢叫我母暴龙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真正的母暴龙是什么样子的！舅舅，好啊，你的速度还挺快，聊天记录都删干净了。不过我还有其他的办法。宝贝，终于摆脱母暴龙了。今天晚上咱们玩个浪漫的，我在红浪漫酒店429房间等你，有惊喜哦。讨厌，人家已经结婚了，不和你玩了。马上到，你上次答应人家的驴牌包包，今天要兑现哦。说好了来家里的，怎么又换去酒店了？陈家村、杨家村2村村民，再加上瑶光和他姐姐施君元的心力，已经到了突破8品边缘。干脆今日一鼓作气，拜入8品境界。星辰降临。
8品，金身法师成了，这就是掌控天地的能力。不过要突破9品，需要的不仅仅是星力，还要特殊的时机、机缘。而贪狼摇荒就是我的机缘，只等最后的时机成熟，可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位美女，哎，你看，来看看古董，你是喜欢玉器还是青铜器？你看这件翡翠黄瓜。不要脸，大胆妖孽！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，还不快给本姑娘现出原形！郭全肚子里有一颗妖丹，虽然被我封印住，做不了乱子，但身上还是会有微弱的妖气溢散。好哎，就得让这胖子受点教训。你是狐妖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哈哈哈，郭胖子，你对人家姑娘做什么了？被人闹上门来。姑娘，你说郭胖子是冬瓜精，我信；说他是狐狸精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笑话。这些肉眼凡胎真是有眼无珠。今天本姑娘就让你们开开眼，把这黑胖子打出原形。李老弟，你快帮我说说话呀！镇妖，看来是张家人，不过就这点道行就敢来学人家捉妖，心可真大。姑娘，他确实是人，不是妖。你还是把符收了，赶紧走吧。不是妖，呸！我看你身上阴气森森，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？姑娘，你是张家人吧？出门之前，你家大人难道没告诉过你，道行不够，不要在人前显露道法？我家大人说什么关你事？今天我一定要收了你们！刚才那道符一定是过期了。这镇鬼符可是我叔公亲手所画，你逃不掉。姑娘，你说这个是妖，那个是鬼，那你是什么？你还能说话？姑娘，你的符我们领教了，那我也给你贴一支。本姑娘是人，什么符也不怕。是吗？那你就显出原形吧。哎呀，我说咋那激动呢？原来你才是妖！前辈，对不起，请不要和蓉蓉一般见识。你怎么就这么招狐狸呢？上辈子烧了狐狸窝嘛。对了，老弟，我刚才对那狐狸精用了6脉神剑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托哥，刚才那个青衣女子并非狐狸精，6脉神剑当然没效果啊！那她怎么就变成狐狸了？那不过是一张化物符产生的效果罢了，只要1晚上，她就能变。老弟，你这法术太神奇了，还好有你在，把那丫头变成狐狸，给我出了口气。张家来历不简单，是修行界的大家族，这件事估计还不算完。据神秘人士爆料，昨天在红浪漫酒店发生了一起原配打小三事件，一名身材壮硕的女人以1敌5把5名女子打进了医院，而这位主角就是我们身后海燕楼的老板娘。但目前海燕楼大门紧闭，门口还贴着停业整顿的通知，具体的情况给我们持续跟踪报道。耀光，看来不用我们出手，海燕楼也做不成生意了。这个张志发真是畜生，活该他身败名裂。还有那个老板娘也不是好东西。耀光，我推算了一番，张志发和陈美梅2夫妻很快就会遭到报应。他们会怎么样？昨晚被陈美娇打的5个女人中，其一个是张志发长期包养的小三，那个女人已经怀孕，结果被打到流产。张志发他们结婚近20年都没有孩子，所以知道流产后怀恨在心。然后呢？张志发偷偷雇人撞陈美娇，陈美娇被抢救了回来，但终身残疾。而张志发因为事情败露被判刑。他们做了这么多恶事，太便宜他们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是，我是施君元的家人，请务必尽全力抢救他。不用担心钱的事，我要求你们医院务必尽力救人，哪怕人断气了，也要继续抢救半个小时，否则我会请律师对你们医院起诉到底。施耀光要黑化了，糟糕！一旦黑化完成，那将会是不可逆转。到那时候，他对我突破9级就没任何作用。
林。林霄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姐姐！瑶光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。你现在要稳定心神，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失控黑化。一旦你转化为猎鬼，我会亲手超度你，也没必要去救你姐姐。瑶光，你姐姐的死已经不可避免，现在鬼差已经在来的路上，我会想办法把你姐姐的魂体从鬼差手中夺回来，但这需要你来配合。林霄，你要我怎么配合都行，就算是拿我跟鬼差换回姐姐都可以。时间紧急，我们路上边走边说。不用怕，你命星未遂，鬼差不会拿。他们锁的是姐姐。瑶光，能不能救你姐姐，就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。你拿着我给你的符，站到外面的水池边，默念3句，把符沉入水中，然后立即离开。发起了心冲，烈者。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范无赦，范兄，你这是？白爷，在下有礼了。你是何人？星象师一脉传人，林霄。相师一脉怎么又有传人了？天上的星星不绝，星象师的传承就不会断。你我经纬分明，找我所为何事？白爷，你所拿的女子阳寿上有一个甲子，她与我有些渊源。白爷可否看在我的薄面上，放过此女一马？大胆！尔乃阳间之人，岂可扰乱阴司秩序？此女虽然阳寿未绝，但她自绝其命，当随我入王死城，历尽刑责，直至阳寿终，岂可由你擅自送她还阳复生？白爷，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我听闻王死城都住满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只不过是为挽救一个无辜的生命。你们星象师一脉，实在是管得太宽了。瑶光，我到地府了吗？姐姐终于看到你了。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白爷，你怎么忍心看着人家骨肉分离？给我一个薄面，行个方便如何？你特地支开范兄，再脱下天上的那层金光，做足了准备。我有个大人，只怕下人也要对我出手。岂敢！两位都是受万人敬重的阴神，凌霄也很敬仰二位，又岂敢跟二位动手？星象师一脉真是烦人。瑶光，先带你姐姐还阳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主任，病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特征，可以宣告死亡了。不要轻言放弃，继续施救。可是他的心脏都已经停止跳动。按照所有施救流程，再来一遍，这是我们医生最后的指令。家属也要求了，按要求做就行。怎么可能？心跳停止了那么久，竟然还能恢复？都别愣着，赶快检查一下他的大脑。只要没有发生脑死亡，这个病人就算抢救过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太不科学了。干我们这一行，时间久了就会发现，有时候奇迹是很难用科学解释的。你我已是修行之人，你跟你姐姐已经不同路，我会帮她梳理日后的运势，保她后半生再无厄运，这样你将来也不用太牵挂她。谢谢你，凌霄。兄弟，今天那位没来吗？怎么？要不半夜喊去你家溜达一下？那就不用了，我的小心脏可受不了。刘小姐，要不看看古董？刘小姐算命。姓凌的，
你对阿离做了什么？自从那天之后，他就一直躺在床上，饭也不吃，话也不说，还发了高烧，睡着了都在念叨你的名字。刘小姐，我可没做什么亏心事。看阿离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突然变得生无可恋？那是因为苏小姐受到了情伤，我告诉她那个人不适合她，让她早点断了念想。原来阿离动了春心，我说他这段时间怎么不正常呢？原来是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你能告诉我，阿离喜欢的人是谁吗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你以为我傻啊？你都不知道，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而且阿离见到你的时候，跟平时的表现很不一样。也不知道阿离看上你哪一点？你除了帅一点，还稍微有那么点本事之外，其他也没怎么样。刘小姐还是请回吧。不，我就不走，我就要一直缠着你。阿离那么好的人，长得漂亮，性格温柔，家世也好，哪一点配不上你？可我是天煞孤星命格，除非到九品改命，否则绝无可能。刘小姐多久没回自己家了？你管我？我回不回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咱们相识一场，也算缘分。我提醒你一句，早点回家看看，以免留下终生遗憾。你这个人真的很烦，说话也不说明白。我不想回家，有什么遗憾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您到账20万元。你运气不好，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只剩这么多了，要是不够先欠着，下个月给你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够了，刘小姐，回去看看你爸爸，让他去医院做个体检，有时间多陪陪他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爸他怎么了？快回去吧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。姓林的，你要是敢戏弄我，我就和你没完！林老板，你让我找的百年槐树已经找到了，具体树龄不知道，但绝对超过100年。树还活着吗？活着，根深叶茂，活得很好。树的主人是个老人，要价6万，我费了半天嘴皮子才谈到5万。辛苦了，麻烦你给我发个位置，我亲自去看看树合不合用，到时候再决定买不买。这棵老槐树在地分给我们家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年头，这都过去70、80年了，这树少说得有上百年。倒是没想到我会第一次给树看香，没看错的话，树龄是113年。猫大叔，这棵树我要了，按我们谈好的价格5万块钱，回头你们和我去镇子上的银行，现金转账都行。3天后我来取树，这3天你可得把树给我看好，别让人动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甲木参天，脱胎药火，贴上这张丙火符，就相当于把树架在火上烤，只要3天，把整棵树的精华都凝聚在树心中，到时候就可以来取这树心。诶，树下有几个坛子。茂大叔，这……等一下，这树不能卖。茂大叔，这来的是我儿子、儿媳和孙子，他们都住在镇上，今天不知道怎么舍得回来，这钱看来是落不到我手里。林老板，这几位一来，买树的事情恐怕要生变了。怎么说？大老猫是个老实人，谁知道养个儿子不是东西。他儿子在镇子上做小买卖，常年不回村。去年大老猫生了一场病，儿子孙子没一个回来看望照料，看病的钱都不出。现在一听卖树就回来。爸，树卖了吗？卖了多少钱？5万。什么？百年老树就才卖5万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幸亏妈说了一嘴，我们及时赶回来，要不然咱家就亏大发了。我是收树的，树的行情我最了解。这棵槐树又不是名贵树种，要不是树龄长，根本卖不出价。无论拉到哪里，顶天了卖1万块钱。林老板给5万，已经不少了。钱呢？还没给，就说一会儿去镇上银行里取钱。没给，正好。林老板是吧？你是不是欺负我爹老糊涂？5万块钱就想买走百年老树，这树咱不卖了。对，不卖了。你们城里人真够精的，这点钱也想买百年古树，没门儿！喂，价钱我们已经和老爷子说好了，童叟无欺。谈好的买卖，你们说反悔就反悔，这不是没给钱吗？钱没给就不算成交，怎么算反悔？既然不卖，那就算了。猴哥，我们走。不对呀，对方不是应该急着买，然后加钱吗？哎，不要走！不卖就不卖，你们还想留着我们不让走不成？那得先问问咱家的狗答不答应。几位老板误会了，我们哪能拦着不让走？只是你们买树肯定有大用，这大老远来，我们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。不过这5万块实在太低了，价格咱们再谈谈。你们还真当宝贝了？
一棵百年老树哪里都是。现在网络发达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在网上发个消息，找我们买树的人多的是。是，这不是各位老板时间金贵吗？我的时间确实很宝贵，你们直接开个价，我觉得合适就买，不合适那我们走人。30万，对，30万。广林，小虎，做人得厚道，咱家这树值不了那么多钱。爸，这件事你别多嘴。爹，你也不为你孙子想想，小虎谈了个对象，非要在城里买房才结婚，这城里的房子多贵呀，咱家哪来那么多钱？这棵树要是卖不了，你孙子娶不上媳妇儿，这都怪你。一棵破树卖30万，你们想钱想疯了吧？老弟，咱们走，不就是百年槐树吗？3天之内我给你扛一棵回来。行，就30万。老弟，你别冲动，让我和他们谈。不用谈了，他们说的对，我的时间浪费不起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要的是活树。是，肯定给你活树。那就定协议吧，我先转5万定金，3天后我来取货，剩下的等收了树再支付尾款。老弟，我说你钱多烧的吧，就大老猫那儿子和孙子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你就算照顾大老猫，也没必要花这么多冤枉钱。我敢跟你打赌，这钱最后1分钱也落不到大老猫口袋。我知道，你还这么做？郭哥，你听大老猫说了吧，这棵老槐树原本是地主家的。那又怎么了？以前的地主喜欢藏东西，那棵树底下恰巧就埋着几个坛子，我算了一下，里面装的都是值钱东西。老弟，以前的地主藏的东西那是无主之物，咱不回城了，今天晚上去老槐树下挖宝。回城，等过几天回去取树的时候再挖出来吧。大老猫的儿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万一提前去把东西挖走了咋办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他莫争求。那些东西在他们地里埋了7、80年，该是他们的早就挖出来了，不该是他们的，去挖也挖不到。说的有道理。郭哥，3天后我有点事儿就不来了，还要麻烦你再跑一趟。那棵树上被我贴了丙火符，3天后拿斧子用力一劈，把里面的树心给我拿回来就行。那树下的东西怎么办？树底下埋的东西顺便一起挖回来，另外给大老猫私下里留点钱，嘱咐他自己留着，别都给他那儿子孙子。放心吧，到时候我带阿佳一起去，我就怕万一那大老猫的儿子孙子也在现场挖东西的时候，只怕要干架。放心，那棵树明天就开始枯萎，咱们要的是活树，他们怕我们要回钱，不敢露面。主要是那啥，到时候坛子里的东西如果太值钱，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，万一带着东西跑了，对不住你啊。多个人到时候好盯着我。凌霄，我爸爸真的病了，肝癌晚期，医生说可能就只有2、3月的时间，你帮帮我好吗？刘小姐，我只是个算命的，不是医生，掌控不了，抱歉。我不信，你那么厉害，肯定有办法。我看小说短剧里都有那种扎几下针就可以把人的病治好。小说短剧的东西你也信？那都是作者编的。林大师，你是有本事的人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刘叔叔，对不对？月月妈妈走得早，她只有刘叔叔一个亲人，你要是能帮她，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出来，我们尽力满足。2位可能对我有误解，我只是人，不是神仙。这件事我真爱莫能助，请回吧。瑶光，我要闭关3天，这3天如果没什么大事，我不会露面。好，那你闭关的3天时间有什么要我做的吗？3天后，郭全会把百年槐树的树心送来，到时候我会帮你炼制一副身躯，这样你就能像普通人一样拥有自己的身体。不过，你还是要低调一些，毕竟你的身份、来历是查不到的。这些我会注意。记住我和你说过的话，人鬼殊途。我闭关的这3天时间，希望你能把你姐姐的事情都处理好。明白。现在我要给别墅布置一个阵法，你和我一起来，我教你出入的办法。8门星锁阵，起。我对不起你们啊，这几天树不知道怎么就死了。我本想让我儿子给你们退钱，但他们电话很快就挂断，说出去旅游了。猫大叔，你先别急，等会儿看我的。姓茂的，你在哪里？赶紧给老子回来！你卖给我们的槐树竟然死了，
回来退钱！树已经卖给你们了，钱货两清。树死了可不赖我，想退钱没门儿。签合同的时候树是活着的，你当时不砍走怪谁？你就算是去告我也不怕。好你个姓茂的，你不退钱，信不信我把你老爹老娘都拉去卖了？那我谢谢你，把他们拉走吧。茂大叔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这养了个什么儿子，连老爹老娘都不要？这可怎么办？我这老头子也没钱退给你们呀。茂大叔别担心，我那是吓唬你儿子的。林老板说了，树死了照样有用。阿根，你去拿钱。茂大叔，这是说好的买树尾款，林老板心好，这些都给你。这些钱你收好，最好都藏起来，别再傻乎乎给你儿子了，不然你连养老看病的钱都没。这也太多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回头我再找机会吓唬你儿子他们，让他们退钱，省得他们逼你。那我帮你们砍树吧。不用，我们都带了工具，我们自己来处理。你还是回去好好藏好这些钱，最好分开藏。哎，捐了，都捐给福利院吧。一口禅讲究的是一口真气不泄。这段时间我进境太快，心境不稳，正好可以借助闭口禅下修炼心境。总算是境界稳固了，为我之后突破9鼎境界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。树心送来，是时候给瑶光炼制傀儡身。豺狼过来！个狗东西，平时对你那么好，喂你吃的东西比我吃的还好，现在理都不理我。郭哥，东西送来了吗？凌霄老弟，树心就在这个盒子里。是这个东西。郭哥辛苦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从树下挖出来的那些坛子，东西我正在处理，后续的资金很快会打入到福利院的账户上。有了这些资金，福利院就可以让孩子们更好成长。行，东西给你了，那我就先回去。瑶光，树心已经拿到，我现在准备用傀儡术给你重塑身体。我需要做什么吗？等会儿我会用树心炼制出一个小木人，你再按照我教你的鬼修之法去祭炼，到时候你就能恢复真身。瑶光，接着。凌霄，这木人好像有点丑，等会我会不会变成？你附身之后，可以根据自己心意调整，不用担心丑的问题。快祭炼吧。凌霄，我的身体好真实啊，感觉就跟真的一样，没有任何不舒服。凌霄，谢谢你，让我重获新生。你现在有了自己的身体，去见你姐姐最后一面，还有把剩下的事情都处理完成。在陈美娇的电脑有一段视频，是她当初偷偷在张志发办公室安装的摄像头，那里面正好拍了当初你姐姐的情况。妹妹，我终于又能见到你了，姐姐，我也好想你。对了，姐姐，我找到了当初张志发欺负你的视频证据，发到了网上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误解你了，而且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现在已经不关心这些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都不在乎。姐姐，以后我都会跟在凌霄大人的身边修行，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
或许这样对你也好。咱们两姐妹以前的日子都太苦了，跟着凌霄大人，以后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。姐姐，这是我求凌霄大人给你炼制的一块玉符，能够给你带来好运气，还能辟邪保平安。有修行中人靠近，张家的人果然来了。看来今天正好给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，免得一直被误解。七哥，从这人身上逼问到来的地址就在这里了。那个人有点古怪，我觉得得小心一点。大家都小心一点，这个人很可能是个鬼修。七哥，谭大哥，我们进去抓住这个鬼修吧。且慢，这个别墅布置了阵法，贸然进去，我们很可能吃亏。阵法嘛，这个我在行，灵符秘术，还有我灵木，是。张兄，张小姐，这座别墅里面的人不足为惧，他布的这个阵法只是最常见的八门金锁阵而已。你进去帮我探探阵，让我看看这个阵法的生门在哪里。老弟，赶快走！既然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张家小辈在这闹事，那我就干脆一起解决。谭兄，怎么回事？用来探路的那个黑胖子也不见了。不对啊，这八门金锁阵共分为修生、伤度、警死、惊开8个阵门。刚才我已经看透了阵法变化，我们从生门进，打算从景门出。几个才1、2品的小辈，还真以为我的八门金锁阵很简单吗？是他，这就是把我变成狐狸的鬼修！谭大哥，快用灵符劈他！好，不可！散！五雷符就这么简单被破了？大家一起上，把他拿下！有人回来，不可冒犯前辈。晚辈张军拜见前辈，我等是张家之人，今日是误会，惊动前辈前修，还望恕罪。什么前辈？他明明就是鬼修！就是，张兄你不要被迷惑了。鬼修手段颇多，谁知道是不是摆出什么迷魂阵？如此没有眼力，连辨别是非的能力都没有，日后反而可能会为祸的。我的修为被封住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前辈看起来如此勇气，可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如此，比我们张家老太爷都要更强。是我张家教导无方，让前辈见笑了。对不起。再有下次，就不是封印境界这么简单了。多谢前辈。老弟，就这么放他们走吗？都是一群小辈，初心是好的，教训一下就行了。哼，要不是我的6脉神剑只能对付妖，定让他们见识本大爷的厉害。走吧。苏小姐，有些事你应该知道，强求不了。我知道，我这次来求你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其他的事，你说。刘叔叔检查出癌症后，一夜直接白了头。月月也想陪刘叔叔走完最后一招。生死离别能看透，已经比大多数人强了。但是月月的后妈却不这样想，她以为月月是为了争夺家产，最后从扶桑那边找来了一个医生，可病情没好转，反倒是月月的弟弟刘程程病了。所以你是为了他弟弟而来？是，但也不是，我是想让你还月月一个清白。在月月床下找到了一个扎满针的小木人，上面写着刘程程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我知道了，果然这个劫数还是没逃下去。凌霄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上次来时，我就看到刘月月面相显示最近会有一劫。那你怎么不提醒？有些事说了也没用，只是会以其他形式发生。凌霄，我跟月月都把你当做朋友，这件事一定要帮帮月月。对了，钱的话我们会付。走，先去刘家看看。阿紫，你那个老公还没把遗嘱定下来。我也在担心这件事，
那个死鬼迟迟不肯立遗嘱，显然还是对他女儿没死。苏家那个大小姐还准备请人调查牧人诅咒的事情，我该怎么做？花子，你放心，那个牧人诅咒是假的，上面查不出任何线索。可是我儿子身上越来越虚弱了。你放心，只要等遗嘱一立，我就会让你儿子恢复正常。林大师你好。你好。阿离，你去陪陪月月吧，她闹了半天脾气。林大师，你的事情我听阿离和月月都说过，我选择相信你的本事。既然林大师你能掐会算，能否告诉我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月月做的？刘先生，月月是你女儿，她的心思如何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相信那件事是你女儿做的吗？我不相信。月月的性格是刁蛮任性点，但我不信她会伤害自己的弟弟。那就是了。我来不过是给你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。500万。刘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有可能做下这件事情的只有2个人，要么是月月，要么是我是将死之人。事情的真相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但这件事不能是月月做的，不然他这辈子毁了；也不能是另外一个人做的，不然我儿子以后怎么办？理解我的苦衷吗？刘先生，令郎的病是不是还没好？是啊，诅咒木人上面的针已经被拔掉，只是程程的病却越来越严重。这件事已经棺盖定论，就是你女儿做的，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这件事不是我做的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你是怕我分家产，故意诬陷的我。我会害自己儿子？林大师，你这是治好了我的病吗？病入膏肓，无力回天，我只是暂时用法力压制病情。花子，就把程程带下来吧。严肃点，绝对不能让他看出问题。不行，这不妖术！我知道了，是杨月火的他想害这。这位花子女士是扶桑人，是又怎么样？何方消息，竟敢在我面前卖弄！在我面前还想跑？林大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花子小姐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不行，刘先生，这就是真相。你儿子的病是因为这个。我灭！我的尸身竟然被灭了！林大师，现在要怎么办？已经解决了，我灭了他的式神，对方遭受到反噬死。至于你儿子的情况，虽然已经没有了性命之忧，但他伤了根源，日后会体弱多病，所以你要多做善事，为他积德积福。剩下就是你的家事，我就不参与了。你这个毒妇，我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！老弟，要不再给我算个姻缘？你这次又碰上什么妖了？又想当什么骑士？老弟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这次我谈的是正经人，对方还是个大学生呢。我给郭哥算过姻缘，他的正缘要到40岁以后才会遇到真正的另一半，在这之前的都是露水姻缘。大学生，男的女的？当然是女的，长得可漂亮了，还是985学生。985吧？果然有问题，有失财之兆。不过也好，给他花点钱买个教训。这段时间他手里的意外之财很多，命不应罩不住，散出去一些对他也有好处。小先生，我能不能请您算个命？当然可以，请问你想算什么？我女儿刚谈了个男朋友，那男孩比我女儿大了几岁，我不是很放心，想算一算这桩姻缘是否合适。阿姨，请把你女儿和她男朋友的八字写在上面。阿姨，你女儿名叫孙云云，我没说错吧？没错，小先生你算得真准。孙云云的男朋友名叫李飞，在魔都那边做外贸生意。对，云云也是这么和我说的。小先生你接着说啊，他们两个到底般不般配？阿姨，我实话跟你说，他们两个很般配，但他们这婚可能结不成。啊？为什么？既然他们很般配，这婚为什么结不成？我们家不要彩礼，又不提过分的要求，怎么结不成呢？阿姨，你女儿把大多数事情都和你说了，只有一件事还瞒着你。你女儿没告诉你吧？
她男朋友离过婚，而且还有一个养在老家的孩子。不行，我家云云绝对不能嫁给离过婚的男人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让他们彻底断绝关系。你看，这婚不就结不成了？他们两个确实很般配，但是因为阿姨你的反对，这婚就结不成。再般配也不行，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，我女儿长得漂学高，性格又好，什么男人找不到？阿姨，我没结过婚，还是黄花大男孩，您看看我成不？阿姨，你先别激动，坐下来先慢慢听我说关于你女儿一生的大事。小先生，你说，有一个姑娘，她从小就非常优秀，长大后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又长得漂亮。毕业后就留在大城市工作，有一个优秀的男生吸引了她，两人坠入爱河。只是这男生离过婚，还带着孩子。女孩和男生决定长相厮守，但是女孩的妈妈以死相逼，最终两人分手。从此之后，女生一直没再谈恋爱。后来在30岁的时候被安排相亲，跟一个看起来还行的人结婚。婚后，男人真面目暴露，婚后不久就家暴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一次对方醉酒后对她拳打脚踢，导致流产，直到最后她死在了家里。小先生，我女儿的将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命运？人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或许他的人生中出现一个贵人，命运彻底发生改变也是可能。小先生，您给想想办法，我就云云一个孩子，不能看着她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。阿姨，有时候佳偶一旦错过，就不可再得。离过婚的男人未必不是好人，既然他们两情相悦，你又何必强行棒打鸳鸯呢？这女孩也太可怜的，真是搞不懂那些人为什么要纠结离没离过婚呢？还有那个家暴男，实在是太可恨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希望他们可以度过这一关。今日三卦完毕，瑶光，收摊回家。道友，之前的事情是我张家不对。张某此次特地带着这几个小辈前来赔礼道歉，还望道友海涵。无妨，希望这次的苦头之后，他们能多明白一些事理。一定。这次之后，我张家也会增加一条家训，这些薄礼，希望道友可以收下。如果珍贵的修行宝物，这是我们张家的诚意，希望道友可以收下。今天是100年难得一遇的9星连珠之日，正是突破9品境界，凝练金丹之时。瑶光、潘郎，借你们命星助我一臂之力。一步入9品，我要逆天改命！